不可吃，唔怪之女朋友唔睬你啦，你咁唔 man 嘅。好溫柔啊呀！太溫柔啦嚇！好到女仔啦，女仔試下，唔係女朋友啊？點解你會同佢一齊嗰啲？呢啲變咗咁樣咧？結咗婚佢哋係咪拍拖啊？係拍拖啊你？哦，唔係啊？咁你男朋友喺邊度？你冇男朋友冇理由會咁靚女。有老公啊！得得，好，咁你行出嚟呢度，唔使驚，唔使驚。好，你試下，你傍住佢扶切啊！扶切。不知可知，其不可切啊！你試一次俾人啦，試一跟下。吃，不知可吃，知不可吃，不知可吃，知不可吃。想包住知道？不知可吃，知不可吃。啱晒。哇，好似啲 AV 嗰啲聲咁樣，你搞嘢，好 sexy 喎！唔係 audio and visual，AV 唔係一定代表嗰啲衰嘢㗎嘛。第一次係咁啊！第一次係咁㗎啦，唔